喺呢個繁華嘅九龍市中心，究竟有冇一個地方可以同時享有頂級嘅寧靜，而又唔會犧牲交通嘅便利？呢個會唔會係你其中一個選擇呢？一踏出電梯就係你專屬嘅獨立電梯大堂，旁邊好貼心咁附設咗高端鞋櫃位。呢度擁有1555尺嘅超大豪宅車庫空間。一入門口可以見到嘅係一個重心感極強、又大又長嘅奢華客飯廳，空間感直接拉滿。無論係一家人聚會定係請朋友開 party， 都體面過人啊！推開落地玻璃窗，行出去超大觀景露台，望住眼前呢片翠綠嘅筆架山山景，深呼吸一啖新鮮空氣。呢個單位入邊有4間房，我哋首先就睇下個主人套房先。喺呢度，都市嘅喧囂瞬間被隔絕，每日返到屋企都好似回歸大自然一樣咁放鬆。仲有個女仔夢寐以求嘅衣帽間啊！主人房嘅空間大到可以輕鬆做到3邊落床，甚至放埋精緻嘅法式梳妝台都完全唔會有壓迫感。每日喺度起身化妝，真係儀式感滿滿。客廳嘅另一邊仲有一間同樣坐擁無敵翠綠山景嘅套房設計，大家千祈唔好以為住喺筆架山上面就一定好隔涉。其實由呢度開車落去九龍塘港鐵站，僅需要5分鐘車程，完美演繹咗咩叫出質繁華，入質寧靜。至於女主人最關心嘅廚房，空間非常闊落。一整套國際一線品牌嘅名牌家電應有盡有，直情係大廚級嘅享受。跟住我哋去睇另一個單位啦。想知咩叫真正嘅居高臨下？就係每日一打開窗簾，成個九龍塘加港島區嘅壯闊景觀就喺晒你腳下。哇！呢個客飯廳大到呢，如果喺度同屋企人玩捉迷藏，我跟你搵到聽日都未搵到人啊！呢個大廚房空間感十足，轉身貼隻芭蕾舞都仲得啊！旁邊仲有獨立工人套房，空間人性化，大家住得開心，家和萬事興啊嘛！嚟到重點啦，主人房呢度大到咩程度？放完張 king size 大床，你仲可以放多部按摩椅同埋瑜伽墊。每日起身望住個景，真係想賴床賴到下晝啊！再睇埋呢個主人浴室，雙洗手盆設計，兩公婆唔使爭。仲有呢個女仔見到都會失控嘅衣帽間，放晒你嘅名牌包包同戰衣，簡直係屋企入面嘅精品店啊！另一間房都有綠油油嘅壯闊景觀，呢度有成1865尺，空間感大到超乎你想象，全屋每個角落都透光，住得舒服先至係真正嘅生活享受。呢度行下坐下，人都放鬆晒，或者呢種就係每個人口中嘅品味生活。如果你想揾個景觀頂級又有氣派嘅物業，呢度絕對係你嘅首選啦。最後，梗係要嚟呢個超闊露台超下啦！你睇下，只要5分鐘車程就到九龍塘站，但係呢度竟然可以咁靜，咁多綠色植物，筆架山呢種綠油油嘅感覺，真係會令人唔記得晒啲煩惱啊！最後我哋睇埋部分會所嘅設施。如果你想為屋企人換個更寬敞、更舒服嘅生活環境，或者親身感受下呢個7米長露台嘅震撼，即刻留言或者 WhatsApp 我預約睇現樓啦，等你啊！